睇得多屏幕，眼乾眼澀，視力模糊。作為一個視光師，我除咗會叫你休息之外，其實更加想話你知可以點樣從根本補充眼睛需要嘅營養。我哋首要係要睇呢個科學證據啦，同埋安全性嘅。Hikari 吸引我哋嘅第一點係佢背後嘅5大核心專利，唔係普通聲稱，而係有實證研究支持，針對視力、抵禦藍光同腦部健康。而家大家對產品來源好敏感 ，AFC 產品通過嚴格無核元素同埋防輻射檢測，呢份安心對我哋專業人士嚟講係基本門檻。你可以想象眼睛同大腦嘅細胞就好似一間工廠，日日開工會損耗，而胚胎就好似一份超級精準嘅修復原料。Hikari 用嘅萬壽菊、留蘭香、芒果葉3重植物胚胎，再加10種漿果，就係為細胞提供最直接嘅營養支援，幫佢哋自己修復同埋抗氧化。呢個配方唔係乜都加啲，而係針對現代人用眼過度、腦力消耗大呢個核心問題去設計嘅。我哋嘅工作係幫客人解決呢個視力嘅問題，而我哋嘅願望咧係希望幫大家預防問題嘅發生。Hikari 對我嚟講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主動防護工具。科技令到生活方便，但係我哋眼睛同大腦嘅負擔確實比以前大。作為一個視光師同埋媽媽，我都想為我嘅屋企人同埋客人揾到一個有效、安全、有科學根據嘅支援。Hikari 係我哋嘅答案，我亦都想分享俾大家。護眼係一個持久戰，裝備好自己，就為由細胞補充正確營養開始。